一条挂包，阁是挂包。唔知影伊是今日下暗坐几个食迄间挂包，再挂基金的还价。本日先甲伊调大档，然后护理师会摕药单互你。多谢医生。请问你敢是听迄个家属？我因小弟，你摕这张单先去批价，然后摕这张药单去外口的药局摕领药啊。好，多谢。喂，喂，我原来甲囝是恁阿兄哦，你是安怎拢无甲我讲哈？我毋是调工的啦，我嘛才拄知影尔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你解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你是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你甲我骗了。你嘛较拜托的，你真贤相呢。我唔记，你哪会伫遮？你搁花笑啊？无啦，我来摕药仔尔啦。然后医生看较好啦，莫家己做医生。